早上9點鐘，由鐵仔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。今個星期五係端午節假期，5日工作制，僱員連埋週末可以享有3日年假。預計有唔少港人北上玩樂。港鐵宣布，為咗配合長週末期間乘客北上出行嘅需求，由6月18號起，一連4日加密東鐵線班次，同時亦都加強高鐵香港段來往西九龍站同福田站列車服務。此外，乘客喺假期北上期間，只要持有成人八達通或者旅遊卡，乘搭東鐵來往金鐘至落馬洲，並喺指定深圳地鐵車站拍卡，同日經落馬洲坐返東鐵返香港，出站時候可以扣減車費6蚊。為咗慶祝香港回歸紀念日，海洋公園為咗推出香港居民專享一票雙遊優惠門票，可以喺2個唔同指定日子入園。此外，7月1號去到3號期間，喺園內禮品店購物滿300蚊可以享有8.5折優惠。喺熊貓會餐廳幫襯熊貓主題食品或者飲品，同時可以享有8.5折。各項優惠嘅具體詳情如下：一票雙遊門票喺6月30號至7月31號期間購票嘅香港居民，可以憑住飛喺期間自由選擇2日入海洋公園玩。購物同埋餐飲優惠喺7月1號至3號，園內禮品店單次購物淨額滿300蚊可以享有8.5折優惠。熊貓配餐廳指定熊貓主題餐飲都可以享有8.5折。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。有關購票詳情請參閱海洋公園網站或手機應用程式。新渡輪喺中環6號碼頭同迪士尼碼頭之間開設嘅期間限定 Duffy 與海遊主題快船，自4月至6月期間，航程約30分鐘嘅旅程，同時亦都早晚提供各一班往返班次。行程同班次喺中環開出，朝早10點鐘由中環6號碼頭開出前往迪士尼碼頭，而由迪士尼開出返中環嘅班次就喺晚上9點半。個別特定日子喺尾班船時間可能會配合煙花匯演，然後至晚上10點。至於船票同埋優惠方面，持當日樂園門票或者奇妙處處通會員卡，可以喺中環碼頭單獨以120蚊購買單程船票。套票可以喺任何一個網上旅遊平台購票，購買連同樂園門票、酒店餐飲或者限時特價嘅來回套票。天氣方面，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住廣東，同時西北太平洋嘅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向西伸展。喺上晝8點，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喺雅蒲島以北約540公里，要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22公里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。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，初時有幾陣驟雨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。市區最高氣溫約34度，新界最高1-2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，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。展望未來幾日，大致天晴，日間好熱。而家係29.3度，相對濕度80%。跟住係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。警報：香港鄰近海域、香港以南、沙堤以南海南島、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。今日天氣概況：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住華南沿岸海域。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：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，初時間中6級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，海有中浪，初時大浪。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，海有中浪。
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風4至5級，初時間中6級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，海有中浪，初時大浪。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，間中6級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，海有中至大浪。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：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，西部間中6級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。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：華南島吹南風4級，能見度39公里；汕頭吹東南偏東風1級，能見度30公里；黃茅洲吹西南偏南風4級；澳門吹東南偏南風3級，能見度22公里；西沙吹南風3級，能見度20公里。鐵仔電台新聞、天氣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。